一位曾經統治羅馬帝國嘅皇帝，最後竟然選擇喺海邊種菜過日子，而佢起嘅宮殿竟然成為今日克羅地亞最熱鬧嘅市中心。一齊去睇下 Split 嘅靈魂所在——戴克里先皇宮。呢座皇宮建於西元305年，由羅馬帝國戴克里先親自下令興建。呢座皇宮依山傍海，用白色石灰岩同大理石興建，氣勢非凡。不過佢唔係為咗權力而建嘅，而係為咗退休而起嘅。據說當時羅馬政局再次陷入混亂，其他官員寫信請戴克里先重新出山翻去掌權。佢喺信入邊幽默咁講：如果你睇過我花園種嘅白菜，就唔會再叫我翻去啦。因為嗰一刻，皇帝明白真正嘅幸福唔係皇位，而係心入面嘅平靜。如果你想聽更加多歐洲古城背後嘅歷史故事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。我哋下次旅程見。